国际调查报道组织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调查披露，中国当局强迫维吾尔族劳动生产的防疫用品，至少已借2大经销商售往欧洲多国。组织声明表示，中国为实现脱贫政策，提供到其他省份工作机会，说服维吾尔人接受官方招募美其名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实则是警察严密监视下的点对点转运，采取军事化管控。报告指出，多数由中国湖北海信卫生用品公司生产的防疫口罩及防护设备，2020年以来皆由2家经销商流通至欧洲。报告也提到，即便年初纽约与欧洲智库皆曾提出相关强迫劳动报告，湖北海信至今仍在雇佣130名从东突厥散转移的维族工人。据新华社报道，东突厥散准格尔盆地发现1000亿立方米大气层。报道称，记者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获悉，位于准格尔盆地南缘中段霍图壁县的风险探井后探一井获得重大突破，初步探明气藏规模超1000亿立方米。据介绍，准格尔盆地南缘中段勘探面积1.5万平方千米，其中呼探一井勘探有利面积近160平方千米，初步估算气藏规模1000亿立方米。近年来，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破坏可能构成种族灭绝，但中国正在加速其开发该地区自然资源的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遭受的黑客大举骚扰以及指向俄罗斯的矛头做了一番评论，并试图把俄罗斯背负的嫌疑转移到中国头上。他认为，比起真实世界，网络攻击现象其实在散播假新闻的媒体当中更有存在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俄罗斯每当出现什么事情，这就是最优先的口号，但这也有可能是中国做的，只不过主流媒体出于尤其是金钱原因不敢提罢了。美国通讯公司 Zoom 驻中国的一名高管被控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纪念6·4视频会议。美国司法部周五发布声明称，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发布了一项起诉和逮捕令，指控美国一家通讯公司驻中国的高管金新疆涉嫌串谋实施跨国骚扰，非法给他人设立假身份。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根据申诉，检方称这名软件工程师作为这家公司与中国执法和情报部门的主要联系人，协助中断了至少4个视频会议。检方还称，他的伙伴创建多个假邮件和 Zoom 账号，包括以异议人士的名义开设账号，污蔑这些组织者和与会者支持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和儿童色情等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率先接种武汉病毒疫苗，揭开未来几天在全国各地展开疫苗接种的序幕。内塔尼亚胡与卫生部长埃德斯坦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干市西巴医疗中心率先打瑞辉疫苗，电视实况转播接种过程。内塔尼亚胡说，数百万剂疫苗将于本月底运抵以色列。